来继续来看苗栗白沙屯妈祖进香，昨暝报名是截止。庙方统计到今年参加的人数，总共是179971个人，17991个人。乡亲啊，这个数字真神奇哦！不管是为头前念倒来，或者是为后壁念倒去，拢是17991，实在是真巧合。庙方昨深夜嘛来举办着放头旗的仪式，甲这个头旗徛伫个庙前的龙条，代表妈祖调兵遣将，而且昭告四方，今年的进香正式开始。众人夜香祭拜，甲头旗踩伫咧庙头前的龙条顶，代表妈祖调兵派将，昭告四方，今年白沙屯妈祖的进香活动正式开始。放头旗之后呢，每天早上的3天的早上要吃早斋。然后我们这边的习俗就是傍晚的时候要准备贡品到白沙屯拱天宫这里来。白沙屯妈祖今年会伫咧3月18起价进行9日8暝的进香活动，昨昏暗时报名结束。庙方统计拢总有179971个人报名，唔那差29个人就冲破18万，而且这个数字阁真特别，不管是正来念，也是倒饼来念，拢同款。比去年增加了将近7万人将近7万人，所以说今年参香信徒特别的踊跃。烦恼有人是头一届来，庙方就呼吁，若是厝里有丧事也未满1年，上好是莫参加。若是真正要得，就照风俗，莫夜香。嘛，阁提醒大家，今年花灯敢若2天，就要为北港转来到苗栗，请信徒就要注意家己的身体甲精神状况，千万唔通勉强。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